来了半个月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来越乖？是不是你带过的孩子中最可爱的、最漂亮的、最聪明的、最阳光的，皮肤最白？人家看看两只牙子，哎呦，老早快白咬完，天全玻璃，还不来看那种还是干？爱打牙的吃啊！牙子雷锋，哎呦喂，他香香的，哎呦，一大一把，女孩子都没有我们白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是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哟，一个亏为是个。我们阳光的不得了，你都要谁名字给？是个苏州第3帅哥。前2名是谁呀？第2他爹，第1他爷爷。老爸爸啦，你怎么闻得出来的？哎呀妈，我在抱着他那个。你芙蓉测试着。哟，洗完了呀。漂亮个家，一副相亲面孔哎。哎，刚你懂妹子啊？哎，怎么这么像的？连发型都一样的呢。Hello。小孩子不要涂什么的，我小时候从来没涂过，我皮肤好得很。I'm 最脏。绳子我的住了，当的一往空的哇，他这保险带是拴在外面的，那拴在哪里啊？你弄牢一点啊，这个是你的小命啊，吃完高尚。反正就是你出去看一看200块是吧？看看哈人万丈高楼啊！哎呦，高子的法律啊，460块，臭他！海底来好一条白线慢慢移完。开空调费地去噶，你摆成讲，这还得挖他，阿达你忘了。来2年走来的，空调法律上累他在，我喊人来高子的，460块，阿他米啦。我这还得挖。